请问宜兰海边拢会看到美丽的龟山岛，龟山岛伊是什么款的性别的孤零安在 ？A 公的 ，B 母的 ，C 半阴阳啊？伊有性别，有性别，我把起码较知哦。你这做外景的唔知哦。龟山岛，龟山岛是查甫的还查某的？你那直角的直角，我紧点还是母的，还是半阴阳啊？半阴阳啊啦，半阴阳啊，半阴阳啊啦。我感觉唔是，我感觉 A。我感觉半阴阳啊是为什么知无？可能是天气的关系啦。天气的关系，天气的关系啦。伊是山嘛，一半可能有阳光，日条可能是安尼行的，所以伊会叫做半阴阳啊啦。阴阳啊，阴阳啊，对，好不好？又是好。好，我确定 C 半阴阳啊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半阴阳啊。哎呦，感觉真的嘞，头壳会撑出来。是啊，你今日讲感谢啦。机会来啊，机会来啊，甲谢谢啊，甲谢谢八千的哦。嘿，来，讲到就赢伊啊。你C无啊，剩 A 甲 B，公的还是母的？应该是公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伊的，阮拄仔咧讨论讲伊的龟头伫咧，什么？是啊，伊的头啦，龟仔的头，伫咧往海迄边。但是讲我台湾迄边的话，应该是母的，因为母的才会来台湾，才来产卵。哦，生卵啊。生起来，所以哦，用伊的方向来看就对啦。来，公的对唔对？你无去来放鱼啦，对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龟山岛吼真有名嘛，除了伊家己的形，然后伫伊的西南边遐有一个搁较细粒的岛，哪像伊生的卵，迄个岛因在地人甲叫做龟卵岛，就是一粒卵。毋过伫咧1943年的时，从因咧海边怎嘣爆炸去啊，迄粒龟卵岛，互人弹一个，卵破去就无去啊，是安怎会弹唔到去？就是美国人因叫啊，迄是日本军的军舰，伫咧二战的时就甲因弹好破去啊，要弹军舰甲炸好沉去，结果所以即个龟山岛即个龟母伊就无卵啊，毋过人拢一直讲伊是查某的，是公的，是母的，吼另外迄个。半盐羊啊，爱安尼讲，是阴阳，半盐羊啊，对，盐羊啊，甲伊迄个特别的读音安尼。